仔开始就是3天国庆的连假，国内的旅游是强滚，尤其是南部甲花莲、台东甲外岛，顶个月订房率已经高达9成。台湾各地嘛拢加码推出着大优待，要来省游客。美景好料的烟火，好人入迷。中秋节多过年，说来又搁是国庆的年假，各行各业拢无用迎接爆发的国内游览的商机。台东花莲伫9月份，订房率讲超过9成，好用大饭店花莲店推出自助暗顿优待。高雄豪华饭店的集团毛专案，上好的是第2案免费。对，我都买。北部国旅虽然说没有这么夯，业者还是绞尽脑汁，像这样的双人套房附上早餐、按摩券3折来抢客。从9月中推出至今，已经销售大约260多笔左右。那其实国人对于这种回馈金的使用的话，其实非常喜欢。比较偏都会型的饭店的话，那其实周边的话有很多美食的资源。那其实国人的话，在连假期间也非常喜欢来我们饭店做一个轻旅行的度假。为了维持廉价国内游览的人气，政府嘛伫9月底宣布讲，安心旅游补助延续到10月底，估计会开19亿2000万，大概费用上悬补助2000。台湾观光巴士73条路线，2人同行1人免费。另外，公路总局嘛规划89条国道客运的路线，是平常时介绍，也是办5节的优待。45条台湾好行的路线，电子票证半价，以及所有国道的客运、台铁甲高铁，搬在地客运1段票免费，等等有3大优待。有这么政府的一个补助方案完之后，到10月底，我认为。当然影响有哈，不过要倒闭的旅行社并不多。10月到年底，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在观光产业的部分再加码。国内游览年假上节会使放到11天，全台湾旅游饭店的业者、游乐园、政府联手，要观光业慢慢啊，搁徛起来。